2025年已經結束啦，大家知唔知珠海25年賣得最好嘅新樓盤係邊個啊？雖然咧過去嘅一年係珠海樓市最近10年當中最差嘅一年，但係依然係有個樓盤成交量咧達到1200幾套，幾乎可以話佔咗珠海全市交易量嘅10%。珠海當下咧賣緊嘅新樓盤係有百幾個，點解呢個樓盤可以做到脫穎而出呢？我認為主要咧有兩個原因：一、地段優勢；二、足夠性價比。大家買樓無非咧就係睇呢兩樣嘢，啱唔啱啊？平時有睇開我嘅視頻嘅朋友咧，應該知道係邊個樓盤啦，因為呢個樓盤都係我一直咧比較推薦俾大家嘅，包括我哋咧都有咗唔少嘅粉絲買喺呢度。嗱，佢就係十字門嘅華發琴務新城啦。25年珠海唯一一個銷量咧超過1000套嘅新樓盤，而且超過一半嘅買家係嚟自於港澳嘅朋友，包括喺舊年嘅12月份，珠海首個港人服務中心同樣係落地咗華發琴務新城呢度嘅，所以咧越嚟越多嘅香港朋友選擇安家到十字門呢度。咁依家剩低嘅咧，主要再賣嘅就係華發天戀，一房一廳咧入場價105萬起，兩房入場價150萬起，三房嘅入場價咧係180萬起，全部大裝修嘅，包括仲有早期嘅世紀半島、世紀風景以及華發國際海岸，剩低咧少量嘅內部房源，單價都係2萬零蚊左右。咁如果咧對華發琴務新城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評論區留低華發2個字，我咧將所有成個華發琴務新城最新再賣嘅房源價格單同埋匯總咧發俾你。我係大足，關注我，帶你了解真實嘅珠海樓市。